台湾的骄傲。出名的指挥家叶正德带领着台北市复兴中学的弦乐团，到欧洲去参加着维也纳国际青少年音乐节，以一首融合着国际歌甲台湾民谣的曲，摕下金奖。台北市敦化国中的弦乐团，嘛以台湾上有代表性的歌曲《阿里山之歌》摕到金奖。学生徛踮伫咧维也纳音乐厅演奏，不过这个旋律，敢若听过哦。你无听唔到，就是国际歌。这学生全部来自台北市私立复兴高中的弦乐团，由著名的指挥家叶正德带队去欧洲参加维也纳国际青少年音乐节比赛，表演上台湾特色歌，还互因请赢得到金奖。那国际歌佮佮参苏桂红、吴亚辉等台湾经典的民谣，会当伫咧欧洲演奏台湾歌曲，对学生来讲足公益嘿。因为音乐节今年已经办到第15届，由维也纳国际音乐文化交流协会举办，但你参加的人分别来自20多个国家，伫咧名声透世界金石大厅表演，展现每一个特色。台北市敦化国中弦乐队7月7日起这首《阿里山之歌》，得到2023年维也纳青少年音乐节弦乐合奏组第一金奖。学生赛后欢喜摕中华民国的国旗和意大利的歌手作为翕相。就有一个观众，他曾经有来过台湾，然后来过台湾的时候，他也去爬过阿里山，他听到的时候非常的感动。今仔伫咧国际比赛内底，拢表现得真出调，嘛有国际歌音乐声伫咧国际飘扬。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